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神明菩萨，你踮遮保庇等家，已经保庇几60年啊！我想，我嘛是恁安排来遮，化解建昌因一对翁仔某的恩恩怨怨。也毋过，我实在真无愿意搁再看这款代志发生，因为我若愈看，我都愈想起过去的我。那安尼，我都无法度通过快快乐乐过日子。 神明菩萨，我敢免个离开？阿母，阿母，请你原谅我。建昌，阿姨，你哪会在这？这几年来。 我若甲淑珍啊冤家，也是我酒醉清醒起来了后，我拢会来阿母的房间，讲出我的心内话，讲出我的痛苦。我是来求阿母原谅我的啦。这是阮内甥的房间，阮内甥讲起来也是真可怜。在生的时阵，就要发落厝内大细项代志，过身了后。 我就要听你踮遮伫咧怨叹，唉，当家头家娘实在真歹做，阮内甥的日子反而过了真辛苦。阿姨，我一直咧想，为什么我逐工就甲淑珍啊冤家，逐工冤，遮尔侪年啊拢冤袂煞，袂输讲吼，阮两个出世是要来冤家啦。啊，你敢想有啥物结果？无对啊。 建昌，阿姨甲你讲，你是一个查甫人，在厝内你是一家之主，在大厦厝你是一家之主。在这个时代，若是恁查甫人所讲的话、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对的。也毋过阮查某人，永远都是毋对，敢安尼？阿姨，你到底是要甲我讲啥？ 你家己好好啊想，你就会了解。阿姨，我想要出去大几工啊，互我甲淑珍啊，好好认真想看卖咧。你也要出去大几工啊？我拄则才甲神明菩萨讲，我真想要搬转啊阮兜大公。阿姨，你真正要搬转去？ 自从迄天转来了，咱拢无看迄两个查某囡仔，还是走倒位？我无在房间，还是去倒位？阿梅啊，迄两个查某囡仔，一个悬咧，一个矮，迄个，这几天咱拢无看因，因是走倒？我唔知影呢。你唔知影？ 阿梅啊，我准备要出来去一个，小等恁头家娘来问吼，你家讲我出去甲头家拆药啊，连面转来吼。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袂伤我转来啦，袂用锁咧外口啦。马上让头家，头家娘啊，马上让头家。门阁无锁，马上让头家，头家娘，马上的。 在动静的，啊，在客厅，奇怪，啊是走去佗？迄两个无伫的，当家迄两个查某囡仔无伫的，敢讲迄两个查某囡仔真正是肉粽店头家要找的人？我来引导甲看卖一下。肉粽店头家。 头家娘啊！哎呦，啊你搁真是伫恁兜哦？我拄则吼走去阮厝的找你无啦，我毋知想我走来恁兜看卖一下。安怎？你的伤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气好真多啊，健脾啊咧。对了，
迄等下迄两个查某囡仔，一个较老，一个较矮，迄两个啊，是毋是都是你要找的人？嘿啦，迄个阮查某孙仔对啦。安尼上加在啦，恁会当团圆吼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无代志，我来转啊，吼，较保重咧。对啦，是讲吼，恁厝的毋是去用查封去啊？恁哪会当我搬转来住？搁有啦，你是啥物时阵去等下去带迄两个查某囡仔？我哪会拢毋知哈。吴生，这讲还话头长啦。你吼，好人做到底，我拜托你，我要求你，阮住伫遮的代志吼，你千万毋通甲别人讲，尤其是等下的人。是安怎？都。欧巴桑。头家娘。欧巴桑，阮甲等下有真深的牵连，阮住伫遮，你千万莫甲等下的人讲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无啦，紧起。哎呦，恁叫我唔好讲吼，我就绝对袂讲啦。亲像恁遮好的人吼，恁唔讲，一定原来有恁的苦衷伫的啦。我袂甲别人讲啦。无代志无我来转来嘿。是讲恁若有啥物代志吼，我若唔是伫阮厝的，就是伫等下。恁做恁来找我无要紧，吼。无啦，吴巴桑，阮袂去等下啦。好啦，无我来转啊，你较保重咧哈。约束不敢放袂记。先生，科长，你无代志哦？无代志啦，若你用放出来，第二天顺畅嘛放我走啊。你若无代志哦，我就放心啊。来，内底坐再讲。先生，你来找我啥物代志？我经过遮吼，顺续来找你的啦，想袂到吼，你去互放出来啦。多谢你的关心啦，科长，你的红乖吼是受到我的拖累啦。假使今仔日吼，你都去互乖伫咧笼仔内，我陈建昌吼绝对拼命甲你救出来啦。好啊啦，既然咱两个即马拢无代志，就莫搁讲遮。不然呢，我来传遮酒菜，咱两个好好庆祝一下。好好庆祝一下。小丁，饭菜念得好啊，小等两个食饭啊。对啦，迄建昌的药啊吼，我嘛甲装好啊，你要顺手捧去啉无？无袂要紧啦，小等我再叫阿梅拍。建昌已经走啊！走啊！伊真是走啊！建昌有甲我讲吼，伊出去外口大几工啊，小冷静一下，过几工啊，就会转来啊啦。你嘛是安尼甲我讲啊？哦，建昌原来有甲你讲哦，安尼就表示讲建昌阁是真尊重你啊。安尼好啦，你通好利用这段时间吼，带囡仔出去佚佗，培养一下感情，安尼囡仔一定足欢喜的。有阿母无阿爸，囡仔敢会欢喜？无阿爸，
哪会安尼讲啦？建昌是干那出去大几工啊尔，啊你安尼讲袂输，敢若建昌这世人拢袂转来啊？阿姨，建昌敢真正会转来？我答。警察，我听讲即届恁某送真侪钱，保证较顺畅，你才有法度平安倒转来。嫂啊，对你实在真好啦。哎呦，你莫搁讲好落啊啦！你知影无？伊伫你的背后吼，对你讲你的歹话咧。讲我的歹话？哦，伊是毋是搁咧讲我带你外口啉烧酒跋筊的代志？这嘛无怪啦。倒一个做某的人愿意看到家己翁一天敢伫外口跋筊啉烧酒，无要倒转去厝。正常，你等下若搁看到嫂啊，替我甲下只失礼，甲伊讲歹势啦。阮某吼，毋敢若讲安尼尔。伊咧讲吼，我毋管的时阵啊，你咧走去阮兜甲伊摕钱啦。迄无影无食的代志，伊讲甲咱有影咧啦。你明明就甲关做伙哦，啊我目睭也无青命啦，我敢会看毋到伊哦。恁某绝对是吼，真无爱你甲我斗阵啦，毋才安尼讲。你安尼讲吼，敢若对一半。阮某吼，毋敢若无赞成吼，我甲你斗阵啦。迄所有的人吼，伊拢反对我甲伊做伙啦。哼，阮某吼，敢若希望讲我逐工着陪伫咧身躯边啦，啊，逐工甲伊冤家啦。我若一工吼无甲伊冤家吼，伊着规身躯袂爽快。哼，真傻，你啉了伤济啊啦，啊，哪会甲嫂讲到安尼啦？顾桑，我无黑白讲啦，你无甲我住做伙吼，你无法度体会啦。我甲伊住共一间厝内吼，我的日子是过较偌尔痛苦的，你知影无？哼，其实哦，伊也无咧偌好过啊。伊捌甲我讲过，讲伊自从嫁我了后，伊上界快乐、上界美满的日子，就是我青梅的时阵。你讲，世界上敢有这款某？啊，翁仔某吼，行到这个地步来啊，都继续生活咧，有啥物意义啦？哼，是哦，家己想袂开啦。我甲伊冤家尔，伊就找底路去自杀啦。你讲嫂啊自杀，啊有要紧无？有要紧无？袂死啦，伊哪会死？有要紧，会死啦。来，哎。建昌走啊！伊讲去外口住几工啊，互阮两个会当冷静落来。也毋过，伊心内所想的，敢真正是住几工啊？敢真正是要冷静？我看，毋若是几工啊，可能是一世人，毋是冷静，是离缘。这间大野厝，即马真正剩我一个啊！以前厝房还阁带一个查甫，会当逐工甲我冤家。为今日开始，连迄个冤家的人嘛无啊！剩我一个人，真正剩我一个人啊！阁有两个甲我无关系的囡仔，敢是建昌？头家娘，想袂到吧？你免吓人啊！我今日来无歹意，我只是来甲你看一下。听讲你的手着伤，这是真好的杜尚药啊，真有效。你哪会知影我着伤啊？恁娘甲我讲的。建昌，伊去找你？伊即马人住在我遐。
所不敢放袂记。最近小点受遮大的刺激，建昌永远我无住喺厝的，小点唔知上会开啊袂？我应该着要来甲看一下，嘛着要来看囡仔唔知有教配无。我来这时阵已经啉烧酒醉了，头家娘，我知影你一定感觉真奇怪，啥恁人互关遐时阵，我嘛共款互关掉的。啊，毋过共迄个时阵，我搁甲你斗阵咧救恁人。其实这所有一切拢是我设计，甲以前共款。无共款的是较早我想要得到的是你，啊，毋过即马我想要得到的。是恁陈家所有的物件。你以前想要得到我的时阵，你哪不爱过去甲建昌刣死？安尼你毋是当得到我？你即摆想要得到陈家一切，你嘛当甲秘密甲建昌讲啊？安尼建昌就会甲我赶出去陈家，你嘛搁较实际。你想要得到陈家，毋是搁较简单？啥你毋甲恁人讲，我就下愿。头家娘，其实我最想要看到的，就是你亲嘴甲恁人讲，你过去所做的一切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因为只有安尼做，我才有法度袂记我伫这间大衙厝所受的侮辱。你莫逼我，搁安那讲，建昌嘛是我的翁婿。就算讲你厝内底迄条契约，互建昌知影，安尼搁安怎？就算我无别人的囡仔，当作是家己亲生，安尼搁安怎？建昌可能会足生气，也毋过囡仔已经是遐尔大汉啊，嘛有感情啊。我相信建昌一定会原谅我。你的比要敢干那只尔？阿勇捌甲我讲过，伊抱你的囡仔倒酒。叶想，伊若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会安怎？不准你讲，我不准你